各位觀眾，我們今天不談比特幣，也不談米因幣，我們來談談一個聽起來最古老，卻又最新潮的東西——黃金。你沒聽錯，就是黃金。但我們要聊的，不是在銀行保險庫裏的金磚，也不是你媽媽藏在衣櫃裏的金飾。我們要拆解的，是這幾年悄悄在加密世界裏掀起波瀾的黃金代幣。第一個問題很直接，黃金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它保值、抗通膨，大家都懂。那為什麼還需要把它變成看不見、摸不着的代幣？這難道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嗎？讓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降維解釋。想象你有一塊價值100萬的實體金磚，你想用它來做點事，會遇到什麼麻煩？首先，你得把它從保險庫裏拿出來，找鑑定師驗明正身，確認純度重量。然後，你想用它來做交易，比如說買棟房子，你得找到願意收金磚的買家，還要協商一個雙方都同意的金價。更別提攜帶的安全性了，你總不能光着金磚滿街跑。這塊金磚流動性很差，分割很困難，交易成本很高。它像是一棟地段極好，但被完全鎖死的豪宅，價值都在那，但你動用不了。而黃金代幣就是把這棟豪宅的產權切割成1000份、10000份標準化的數字憑證，每一枚代幣都代表對實體黃金儲備中一小部分的明確所有權。這背後通常有第三方機構擔保，金庫裏存着相應的實體黃金，並定期接受審計。所以，它的第一個核心用途是星號解決實體黃金流動性與可分割性的世紀難題星號。從此，你可以用手機24小時不間斷地交易，轉移價值一塊金磚的10萬分之一。門檻低了，靈活性高了，黃金作為貨幣的古老功能，在數字時代被重新激活。接着，第二個用途，關乎星號投資組合的防守位，星號。在傳統金融市場，你要配置黃金，可能需要開立證券戶頭，買黃金 ETF，或者忍受實體金條的買賣價差。黃金代幣，特別是在那些合規平台發行的，提供了一條相對便捷的通道。當你覺得股市風險太高，或者對法幣通膨感到憂慮時，幾次點擊就能將一部分資產切換到黃金的避險屬性中。它成了全球投資者資產配置裏一個數字化的避風港。但是第三個用途才是真正觸及加密世界核心的想象力，星號作為去中心化金融 DeFi 裏的穩定資產星號。在 DeFi 世界裏，波動巨大的加密貨幣需要穩定的錨。大家最熟悉的是與美元掛鈎的穩定幣，而黃金代幣本質上是一種與黃金掛鈎的商品穩定幣。它比法幣穩定幣更去中心化，因為它的價值不依賴任何國家的信用，只依賴黃金的全球共識。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你可以在去中心化交易所裏用黃金代幣作為交易對，可以把它存入借貸協議中，作為抵押品借出其他資產，甚至可以參與更複雜的收益耕作。黃金這個最古老的價值儲藏物，就這樣被編碼進了最前沿的金融實驗裏。講到這裏，你或許覺得前景一片光明，但作為記者，我必須按下暫停鍵，提出關鍵的質疑。這一切的便利與想象，都建築在一個最重要的基石上，星號信任星號。你如何100%確信那枚代幣背後確實有對應的足額的未被挪用的實體黃金？發行機構的審計是否透明可靠？託管金庫是否安全？如果發行方是中心化機構，它是否會面臨監管風險甚至倒閉？這正是黃金代幣領域最大的分歧點，是選擇信賴經過嚴格監管、審計透明的傳統金融巨頭發行的代幣，還是選擇那些試圖用區塊鏈技術本身，例如透過多簽名冷錢包來證明儲備的，更原生於加密世界的項目。
這是一道關於舊信任與新技術的選擇題。所以回到最初，黃金代幣的用途是什麼？它絕不僅僅是黃金的數字複製品，它是一把鑰匙，試圖打開3把鎖，打開實體黃金流動性的鎖，打開傳統與加密資產之間壁壘的鎖，更試圖打開在數字世界裏重建硬資產信任機制的鎖。它讓黃金的價值從厚重的保險庫裏釋放出來，流入全球即時結算的價值網路中。這是一場針對黃金的流動性革命。但這場革命能否成功，不在於技術多元化，而在於那道最古老的課題：我們究竟能否以及願意信任什麼？下次當你看到這些閃爍着數字金光的代幣時，希望你不只看到黃金的價格，更能看穿它背後那套複雜的價值轉換與信任博弈。這才是這場數字淘金熱最值得深思的底層邏輯。我是 Triple X，我們下期再見。